水交社文化园区致力推广眷村文化，已是台南著名的艺文场域，拥有空军眷村、日式宿舍景观外，陆续进驻委外的店家也都具有其特色，以提升游客到访意愿。水交社来举办晴空艺术节，能够让所有的市民朋友们，大朋友小朋友，你看小朋友在那照相，哇，真的太羡慕了。你看，大家都热爱空军啊，你看，这个大家都能够对于空军弟兄们捍卫领空所做出的卓越的贡献，我们除了心怀感激之外，也能够让我们对空军这个第一战术联队从过去到现在它的一个发展，能够在这个展览里面能够看得到。请揭幕，请市长我们揭幕。来，我们热情的掌声。F86F 再现中华。这架 F86能来到水交社，其实我心里想很久了。我相信今天还这架这个F86的原貌，也是对于我们空军弟兄表示最高的敬意跟谢意，尤其他们捍卫领空所做的努力。112年进驻的边城海纳艺术中心，结合艺术工作室、美术馆及咖啡坊，以多元化艺文空间运作，活络商业发展，见证眷村聚落活化再生之美。水交社文化园区也邀请艺术家团队为园区打造艺术创作，运用多元艺术媒材来重现眷村特色，期许借助民间创意促进文化场域活化及艺文推广，也能让游客更了解水交社历史与眷村文化。全台最美公家机关，外观建筑宛如欧式城堡，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的场景。它是由原移民署厅舍修缮转型为环保署的藏经阁2馆，内部陈设2手台式老家具，也会贩售回收再制的小物商品，相当具有意义及特色。藏经阁推动已迈入20年头，累积不少顾客粉丝。藏经阁2馆未来定位将成为环保美学、资源回收教育的场域，设有亲子互动及阅读区，供民众免费阅读。未来每季也会更换馆外展示作品，敬请民众期待。自2020年起，历经2年多的闭馆整修及转型规划期，原郑成功文物馆华丽转身为台南市博物馆。历时2年多，
2023年12月22日正式开馆，馆内典藏达5000件文物，是极具指标意义的博物馆，展现台南作为文化首都的历史能量。在2年多前，能够让我们这个博物馆能够华丽转身，那在过去叶副市长的担任文化局长的任内，他就提出这个构想，能够让我们这个市立博物馆，它能够变成从一个郑成功文物馆变成这个市立博物馆。整修后的世博馆建筑本身就是展览的一部分，同时融合现代主义建筑特色与中国古典建筑元素。修复过程中虽充满挑战，却也为台南市民留下珍贵的历史。台南市立博物馆在经过2年的整修之后，那我们以一个新的一个样貌，其实空间做了一个整个的一个新的调整。那目前在开馆之后呢，我们1楼的部分我们有一个特展，那2楼作为常设展区。刚好今年也是台南400那我们也在这个展览当中，也让民众去了解，这个城市其实在未来的一个发展，在整个展望的当中，其实是要靠市民朋友一起努力，一起来积累，一起来面对这个未来。正式开馆后，展览也全面升级，同步规划新常设展及特展的内容。目前常设展为“自造台南，我们的历史”，透过珍藏文物，梳理台南发展脉络。特展为“柑仔杂货店”，以日常生活切入，探索台南各区杂货店的经营模式，反映社会真实运作机制，期望民众能够回顾台南重要历史脉络和文化价值，进一步思考如何开创当代，展望未来。安平新地标安平航海城，整体基地约2965坪，营运空间共4层，面积约1150坪，位于安平港历史风貌园区，前身为联勤兵工厂军用仓库向心楼。于2023年12月16日整建完成，隆重开幕。安平航海城正式启航。那也希望接下来能够成为安平航海城，一定是也能够成为我们台南市的一个新地标、新亮点。那诉说着台南400跟大海接轨的一个故事。安平航海城内外充满异国风情，以荷兰文化古城乌特勒之城作为入口意象设计，集结大航海时代的贸易史，陈列了18世纪欧美在世界各地及安平留下的文化足迹与历史，重现台南透过大海与世界接轨的故事，期盼成为安平新景点，为台南的文化观光注入新活水。